今日係年宵最後一日，海關第一日就派人巡查同宣傳，呼籲檔主唔好售賣侵權物品。但係線報發現，維園年宵市場呢，仲有檔主售賣侵權物品，當中包括出名嘅憤怒鳥、寵物小精靈，有近日成為城中熱話嘅售賣水牌檔口，同埋網民喺連登討論區講到 Zookeeper 事件等等。今日我哋請到立法會議員謝偉俊先生為我哋親身講解侵權嘅問題。好啊，其實幾個議題嚟嘅，因為當然咧，我哋而家先就嗰個版權角度睇啦。咁版權就係顧名思義咧，就要睇翻有關嘅設計是否佢哋本身已經享有版權嘅保護咧。咁由於香港嘅版權就並不需要好似譬如美國咁咧，要預先去登記去註冊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好多外人咧，未必可以即時咧就馬上確認到某一啲嘢有冇版權，某啲嘢係冇版權。咁呢第一點啦。第二點咧就係如果有版權受感情保護嘅，當然係佢可以從刑事同民事都可以去追究啦。咁民事當然我哋以前都經常接觸個案，就可能要申請禁制令啊，收咗啲貨咁。但近年香港已經比較少呢類案件嘅啦。刑事呢，就當然海關亦都有一個司法嘅權限呢，可以係負責去所謂要去打擊侵犯版權者啦。咁而版權都係可以話係侵權，可以話刑事行為嘅其中一種嚟嘅。但如果你又話如果係入口啊、擁有而作一個售賣用途啊，呢啲冚唪唥都有可能構成侵犯版權嘅行為嚟嘅。係嗱，當然一方面呢，海關作為執法機關呢，佢哋本身有權力，亦都有一定嘅責任呢。遇到有呢個侵犯行為呢，佢哋要主動做一啲嘢呢。但係我哋更加常見呢，就係所有執法機關都係啦，係喺有人投訴、有人報案嘅時候呢，佢哋就可能更加係責無旁貸要去做。咁年宵嘅情況呢，我相信或者我可能呢，就係其實係太多呢啲咁嘅嘢。而喺執法裏邊呢，如果冇人投訴嘅話呢，海關第一件事要問嘅問題就係究竟呢啲咁嘅物品、呢啲設計有冇版權保護呢？而版權持有人會否去報案，會否去協助調查呢？咁因為海關如果執咗啲嘢翻去之後呢，冇人報案、冇人投訴，甚至冇人出嚟話呢啲係我有版權保護嘅。海關呢，到最後呢都好難係完成嗰個執法嘅程序。咁所以呢一方面呢，一方面固之然我哋可能太多，根本就想做都做唔到；另一方面都係事實上困難，更加多可能亦都係由於真係冇人報案呢，於是佢哋可以或者可免則免啦。咁只係做咗啲最簡單、最直接嘅就話係派下單張宣傳下，叫你哋留意版權呢樣嘢喎。但係冇實際去執法，冇真係去執咗啲嘢，甚至係拉人啊咁樣。我就唔可以代佢哋答呢個問題。咁當然咧，大家即係明白到咧，就算你係執法咧，都有時係要考慮到實際嘅情況有冇困難啦，又話實際有咩反彈嘅可能性啦。即使你要簡單如譬如唔守交通燈過馬路先算啦。如果你下下都警方去執法嘅話咧，執唔切嘅啊。咁經常都有呢啲發生，亦都可能會過分擾民嘅。咁只可以係間中有一啲嘅打擊大行動啊，有令到大家去知所警惕啊咁所以咧就如果最擔心嘅問題咧就係版權持有人本身是否會挺身而出去申報去報案呢？定還是只係一啲市民作為良好市民啊，關心呢個情況就咁去講下呢？因為講下嘅話呢，恐怕有關執法機關呢未必可以馬上掌握足夠證據。一有冇版權保障？二邊個係版權持有人？三佢哋會唔會合作出嚟做證人呢？咁呢啲冚唪唥都要克服嘅實際上嘅問題嚟。淨係擠迫本身就未必構成不執法嘅理由或者藉口嚟嘅，因為事實上過往大家如果唔記得嘅話呢，都試過曾經有一啲投訴呢，係有關於某個政黨嘅或者詆毀嘅講法啦、禮義廉啦，咁有啲嘅 T-shirt 啊剩咧，我印象中都有曾經試過，由於有投訴咧，有去執法嘅，有個攞晒呢啲咁嘅衫嘅。我諗最重要就係究竟有冇足夠嘅真係受害人係挺身而出去報案呢？係有足夠嘅表面證供俾到海關掌握喺手上，有版權，有邊個係版權持有人。有晒啲資料之後咧，先去執法嘅話咧，我相信到時海關就可能會更加難係去推搪唔做。相反咧，如果純粹係第三者市民網上嘅人話踏入去話有喎，好似係疑似有侵犯喎，但係事實上受害人本身唔肯行出嚟嘅話咧，的而且確會有一定嘅困難。其實喺今年年宵入面呢，最大件事莫過於係食物環境衞生署單方面終止青年新政同埋香港民族黨喺維多利亞公園年宵攤位嘅特許協議。
而家青年新政嘅做法係揾其他檔攤售賣佢哋嘅產品，其實呢種做法有冇問題呢？我個人呢，就覺得呢，如果過往我哋已經咁多政治團體、咁多黨派都已經係做緊呢一樣嘢嘅話呢，其實除非有好充分嘅掌握到嘅證據或者情報，覺得係真係嗰個破壞秩序、擾亂公安嘅機會係相當高嘅，高到某個程度呢係唔能夠排除呢。咁我覺得先至係值得咁樣做。相反嘅話，純粹係一個猜測或者係一個只係今次唔同，因為有港獨呢個情況呢，我覺得呢個未必係一個或者足夠嘅理據。我而家唔能夠講有冇足夠理據，因為點解有啲可能我哋都未必掌握到嘅情報呢？會唔會有啲嘢佢哋講咗話喺檔攤裏邊會做啲乜嘢，將會做啲乜嘢，將會賣啲乜嘢，將會有啲咩行為？我哋暫時唔知道。咁呢個恐怕有關當局係要更加進一步解釋清楚。我覺得因為已經有正如剛才所講啦，以往有先例啦，亦都係正講以往係冇咁樣係去 DQ 某啲嘅持牌人啦。咁今次如果係第一次有呢個做法嘅話呢，我相信當局係有責任呢，將有關嘅理據講清楚，將有關嘅準則講清楚，藉此令到將來任何人都明白知道究竟咩情況可以接受，咩情況係唔可以接受會被 DQ 嘅，咁會公道啲。所以好視乎究竟佢哋最先 DQ 嘅理據係乜嘢啦。如果你係 DQ 理據係呢個組織本身嘅，咁當然佢如果佢組織已經唔存在冇個鋪位嘅話呢，咁就冇得再做嘢啦。但係如果佢 DQ 嘅理由係某啲產品嘅，某啲服務嘅，咁而呢種產品服務咧係借屍還魂，第二個攤位照做緊嘅話呢，咁理論上就應該係一視同仁呢，就針對有關嘅行為同產品呢係作出執法嘅行動。